屏东的警方昨下晡去内埔一间透天厝，要抓一个通缉犯哦。也毋过有另外一个查甫人是倒去隔壁的厝尾顶，敢若阁有手榴弹。警方是请国军的防暴小组到现场确认，加载只是闪光弹。落尾警方嘛已经甲2个嫌犯抓起来，甲移送法办。警方开门，直接甲嫌犯压制。这名姓李的查甫通缉犯是屏东警方执行毒品专案的对象。毋过同时间，警方发现透天厝内阁有另一名查甫人，已经走闪到隔壁厝顶，手头敢若阁摕一粒手榴弹，和警方相对上。熊熊规个现场气氛变较紧张，警方嘛毋敢黑白叮当。一个在面顶啊，摕手榴弹，住伫隔壁会感觉真危险的。哎呀，那袂，等伊弹落来，对无？哦，算会惊了对。对啦。以防万一，警方先救封锁线，请国军防暴小组到现场协助确认嫌犯手头的物件，确定毋是手榴弹。警方进一步和姓林的嫌犯谈判，大约1点半钟，这名姓林的查甫人才愿意放下武器配合警方。有关本分局查获李姓及林姓犯嫌涉嫌毒品案，经清点后，共计查获2级安非他命毒品逾700公克。警方持续全力扫荡毒品，打击不法，净化治安环境。警方表示会针对闪光弹的来源进行调查。另外，伫嫌犯厝内查到4盒700外公克，警方将2名嫌犯按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，结束这摆心惊胆吓的专案行动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